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Toffee Boy，歡迎嚟到我呢個頻道。今日咧係講英國生活文化噶。香港嘅朋友或者住喺海外嘅聽眾，希望你哋多多支持我個頻道啦，請訂閱我嘅 channel。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下呢個題目，我覺得好多人心裏邊都會有噶，但係未必會講得出口啦。點解香港人嚟到英國之後咧，或者新移民啦嚟到英國之後咧，有啲人會開心到好似 reborn again 咁樣咧，或者有啲人會覺得好迷失咧。其實呢兩種情緒咧都好正常噶。當然啦，亦都唔係淨係你一個人發生啦嚇。我以前都會有試過，有啲時間都會係覺得好 lost 噶。OK，咁今日咧主要分開兩部分啦，想同大家去講下啦。第一部分就係講話點解香港人嚟到英國會開心咗咧？啊，會點解會唔同晒咧？咁樣咁其實咧呢啲純粹我自己嘅分享翻啦，即係自己亦都係過來人啦，係嘛？嚟到英國之後咧，有啲有啲香港人或者有啲新移民都會突然間覺得，哇！原來嘅生活係咁樣嘅喎，即係嚟旅行可能會嚟過，但係真真正正喺度落腳落地生根喺度生活咧，又可能係另外一樣嘢嘅喎，係嘛？其實即係俾人哋感覺到嚟到英國，最主要就係話可以鬆咗口氣咯，最主要咯，因為鬆咗口氣咧，點解咧？個原因就係喺香港，我哋自己喺香港生活啦，香港長大啦，大家都知道香港嗰種壓力好犀利，不論係小朋友讀書、大人返工，由細到大都有一種壓力，一種壓迫感，節奏太快，好多時都好似要去追一個 target 咁樣，由一個讀書年代。依家更加慘添啦，係咪？一個 target，誒，好似我哋唔嚟到英國唔需要太快啦，唔需要太過逼，反而喺香港咧，你會覺得哇，乜都好快，乜都好趕，又要追 deadline，又要追 quota，即係乜都要追嘅，冇乜好大嘅空間。反而即係成日要去同人哋去交代啊，同我上司交代我要做成點啊，或者去要乜嘢都要自己要盡我即係自我提升啊，驚死落後咗啊，要證明俾人哋睇我係得啊，或者要係保住個飯碗啊咁好多無形中嘅壓力喺度。咁但係嚟到英國之後咧，佢可能會覺得個步伐慢咗喎。呢度啲人人情味算 OK 啦，又唔係太差，亦都可能就預咗一啲住喺啲細埠嘅，都係人情味會比較強啲啦、高啲啦，係嘛？即係冇人逼你去 hit 到個 target，冇人逼你去追 quota 或者去追 deadline 去做一樣嘢，變咗你可以真係放慢少少去做返自己。嗰種舒服啊，冇咗嗰種壓力啊，冇咗種壓迫感嘅情緒會冇得咁好似橡筋好似冇咁掹緊咁，所以可能係因為呢啲咁嘅無形嘅壓力消失，慢慢消失，個人咪開心咗咯，個人覺得好自在舒服咗咯，呢個就係可能個感覺到其中一樣嘢啦，係咪？咁另外一樣就係話嚟到英國，你唔需要同人去比較。喺香港咧，不論你係讀書啊、打工啊，乜嘢都要可以，即係好似要同人比較咁，着件衫出嚟靚唔靚，又好似要同人比，又要好介意嘅人哋嘅眼光。你喺英國，你牛記笠記着咩出去咧，好似冇人點樣理你咁樣。但係香港，你唔可以撻個拖鞋落去買嘢，或者去點樣，即係你會覺得
可能由細到大都係好介意別人去點樣睇自己或者標籤自己。個社會上面生存，去讀書，你好介意人哋覺得你去懶或者去點樣，你去打份工，誒、你就覺得比較，哇！我個仔讀書啊名校，我老公啊做咩工？即係我或者做工程師、做律師、做咩咩司，即係太多比較。就算係乜嘢都好，又要比較啊！哦，佢揾得幾多錢啊？佢乜嘢咁？即係太多比較，太歌性咧，係個人好辛苦啊！即係變咗個人係唔可以停落嚟，一停落嚟覺得好似喺香港唔可以生存到咁滯，你好似俾人哋落後咗咁。反正你嚟到英國，你冇咗呢種感覺喎。英國人咧，佢又唔會理你喎，佢話知你係倒垃圾又好，去抹窗門又好，做 part time 又好，廚房又好，或者甚至乎你去誒照顧下嗰啲傷殘人士，推出推入佢哋行下街啊咁，都唔會有人理你嘅喎，都會 respect 你去做一樣嘢嘅喎。咁喺呢度咧，你會感受到個職位唔係話咁重要啊。誒喺英國嘅人，佢純粹係覺得咩最重要咧？係 work-life balance 先至係最重要。同埋佢哋好多人佢唔會話好刻意去 show off 話，我係劍橋讀出嚟嘅，我係做緊大律師嘅，冇呢啲嘢嘅喎。我喺度住咁多年，冇鬼都會去 show off 話俾你聽佢做咩職業啊！只不過你可能喺香港傾兩句拍偈就話，誒你做咩嘢㗎？你會好八卦去問你做乜嘢，跟住又去衡量去計算人哋做緊乜嘢，或者去啱唔啱身份同人哋傾偈。呢度啲外國人冇呢樣嘢嘅喎。你一個去倒垃圾嘅，一個做律師嘅，喺酒吧又係咁傾，喺餐廳隔離台又係咁傾。佢哋冇去介意話你係咩身份，去咩人，冇呢啲嘢嘅喎。可能就因為咁樣咧，會變得係舒服咯，變咗係好似覺得我唔需要再俾嗰樣嘢去框住自己，去做出嚟俾人睇，啊，變咗可以真真正正做翻自己嗰種開心，I don't care 咁樣，即係我係做翻我自己嘅啫，我唔會理你係做揾乜嘢，理你揾幾多錢，好老實，你揾100萬一個月都唔關我事啦，係咪？啊，即係鬼佬就會係咁樣嘅諗法。但係如果喺香港人嘅心態，可能就會覺得，哎呀，我同佢都唔入流啊，或者我同佢唔啱 class 啊，傾偈唔啱傾啊，咁變咗好多呢啲咁嘅框架去框住咗。所以有啲人嚟到英國覺得，哇，好舒服，又唔需要去比較，我着得 casual 啲，真係好 care 嘅，出街就冇問題。唔會俾人哋去標籤住我係乜嘢人，咩人咩人，即係會係去坦然啲、舒服啲咯。嚇，咁同埋第三樣嘢就可能係英國嘅慢活嘅生活咯。誒，嗰個負面情緒冇咁多，唔會有人無端端喺街度鬧你，唔會人即係嗰啲人唔會特登去點樣去逼你去點樣去冇呢啲嘢。誒，去每同地方去都係排隊啊，去到餐廳食嘢有啲侍應都好似同你笑住口同你傾偈啊，或者行街有啲山堡人，佢都會同你打聲招呼啊，You're right 或者 How are you 咁，即係會有啲呢啲咁嘅嘢，即係你會嗰種療癒感，唔係話你身體有咩創傷要療癒，而你療癒即係話好似有種溫暖安全感之類嘅嘢喺度，覺得咦都幾有啲人情味喎，啲人都會同你打下招呼喎，咁樣係嘛？咁呢啲我會覺得就可能會人哋點解會覺得喺英國會開心，會成長，因為佢放開晒所有嘢，做翻自己咯，嚇。咁調轉一個角度啦，點解會有啲人會覺得好迷失咧？嗱，其實我自己以前都曾經一段時間，好短時間嘅啫，都會有時覺得，咦？
有少少好似迷失，有少少冇咗方向或者失落感，有少少咁嘅情況啊，其實好正常嘅。喺英國開心嘅人咧，好正常。嚟到英國迷失嘅人更加正常，係真係好正常嘅。啊，點解咧？不論你係第一年啊、第二年、第三年，咩都好，其實你心裏邊有種困惑，冇咗方向感啊，或者嘅身份，即係好似頭先我講嘅嘢，opposite 咁樣啦。OK，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咧，你過到嚟，你係做緊一個人生好大嘅轉變，你係重新喺度生活啊嘛，係咪？呢個轉變係要個適應期咯，嚇。咁突然即係你去喺香港，由細到大都習慣咗填鴨式俾人逼開做一樣嘢，去追 quota、追成，已經習慣咗去趕巴士、去逼地鐵、去點樣去爭、去點樣同人哋競爭、爭位上位去做升職啊，或者係習慣咗係唔會停，一停咗覺得好似落後咗俾人。最慘一樣嘢就係香港嗰句説話係害咗好多小朋友同佢家長啊！係咩説話？贏在起跑線呢一樣嘢就係變咗無形中喺香港，你加重咗嗰個家長同埋小朋友嗰個情緒壓力，係咪？咁你習慣咗個情緒壓力去逼開成咧，你過到嚟突然之間冇咗嗰種壓力感咧，個人覺得好似好唔自然。點解咁嘅？我下一步做咩應該？點解會突然間好似冇人推我，我唔識行咁樣？即係開始。